好，过来，即摆水是真欠，目前全台湾主要的水库已经有18个，这个储水率无到5成。啊，来看新竹的大埔水库，讲即摆规个是互这个布地连来霸占，用要看袂出来后面伫咧倒位咯。电动游艇经过时阵，都袂输咧花草、绿草共款。 规个拢是青色，搁掠准是草埔啊。毋过换一个角度，才看会出原来规片湖拢是布地连。新地大埔水库在地人讲是乌米湖，占地237公顷，除了是当地农产灌溉水源之一，嘛是游湖看景的好所在。坐游艇，毋过湖景拢互布地连砍袂一半，拢要分袂清楚，船是开伫水上，还是伫草埔。驶船嘛会较适宜，避免船去伤着。这要等嘛，等没有的时候再起航也不错啊。有台风，它就会泄洪，就会排掉不少的布袋莲。最近的水生植物的栖息场是在宜兰。若是要下风靠人工，就要西半的台湾到宜兰清温，人力和时间拢无符合成本。虽然大埔水库阁会使斗3工调节灌溉，毋过全台湾22个主要水库已经有18个跳水量比50%阁较少，明德水库剩10%，德基剩无8%，詹文水库嘛敢若剩13%。拜五进前拢是好天，嘛互全台湾的水情继续花景步。